画面内底会当看到大片的土石为山坎边连落来，场面真可怕。台北线76.5K 和平区梨山路段，昨下晡山坎边熊发生崩山，甲规条路拢冻掉火。上边坡大面积土石坍方，造成双方车辆受阻。梨山警察接到报案，赶到现场，先控3角控做交通管理，提醒民众拢要加注意安全。本所获报之后，立即派遣员警前往交通疏导，维护用路人的安全。即摆公路总局已经调机械过清，不过因为有石头继续连落来，考虑到最近受到风面影响，开落雨，因会看所落来清运的情形，才来发布通车消息，请驾驶要加体谅。我是李一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